會有香港壓力應援第7季生活教育第6集生活世界指乜？你如果唔係第一次聽我講嘢，就會知道我不近人情，諗嘢去到好盡，一早接受咗冇人會係人見人愛嘅事實。唯一值得安慰嘅係 cover 到冇人講冷門同埋激進 radical 嘅事情。你可能會話天生係咁冇計，不過做人不落俗套，源自個人信念。信念又未必係天跌落嚟，好多時都係喺生活語境中遇見。秘訣好簡單，認真地生活，參與生活，包括嘗試參透生活。翻返去蒙田寫俾居松伯爵夫人講教育子女嘅信，之前講到公元前5、6個世紀，西西里詩人埃比卡摩斯認為死背書同其他人嘅講論係令人遺憾嘅才能，唯有理解事物、理解同解讀嘅能力先值得獲取。觀察同參與生活種種現象，叫人知所其用，先至係真正嘅學習。叫人德行上變得更完美，處世做人做判斷都會變得更聰明。喺以知識、技術知識為主流嘅現代社會，對社會功能冇用嘅學習，正如品行同判斷力上面知行合一嘅學習，正正係我哋最需要但又長期被忽視嘅生活教育。蒙田接着叫我哋留意周遊列國，學習不同語言，與異國人交流。好多朋友都喜歡一放假就返鄉下日本，在英朋友一樣，倫敦直飛抑或歐陸轉機都要去遊日本。睇到嘅 post 都係常見嘅打卡位、飲食、風景同喜愛嘅卡通人物，又有去藝展啊等等，平民生活足跡就好少見啊！日本有好多趣致可愛嘅嘢，而且我認識嘅舊生裏邊，日文了得嘅都有，更有留居日本嘅。但係喺我哋從外地所熟悉嘅日本以外，我哋係咪只認識我哋印象中嘅日本而已呢？放假旅遊而唔係遊歷日本，就算知道一啲罕為人知嘅美食同秘境，可惜對日本文化特點同日常生活卻掌握有限。遑論一般在地日本人諗緊啲乜呢？以前我返大陸同在地普通人交談，佢哋對外來人嘅好奇好多時只限於所用嘅錢同所攜帶嘅用品等，例如想見識下港幣。時移世易，好多大陸人都嚟過香港同出外旅遊，興趣同以前不一樣啦。但係幾分鐘嘅交談，足以窺見昔日樸實嘅泥土黎民，今日留意緊啲乜？聽君一直話，速寫一啲國格之餘，更加可以為我哋補腦長智慧。長咩智慧啊？你問。19世紀至20世紀初，歐洲人尤其是英國人討厭美國人，因為佢哋不出三句就講錢啦。問題係唔講錢講乜呢？飲食買玩着數性價比高等，都説明本雅明所指現代人生活經驗貧乏，好少長自己智慧嘅歷練，因而又缺乏值得同人分享嘅見地。最近同英國本地人交談，原來佢有興趣在地歷史同考古發掘，知道我所住嗰條街獨特嘅地方，而我又同佢分享住處特殊嘅通道權利。蒙田鼓勵貴族將子弟送到外國，當地語言同母語分別越大，就最先要送去。佢嘅諗法係，如果不及早訓練兒童嘅舌頭，大個咗就好難學外語。學好外語，自不待言，就可以向更多人學習，聽取教益。蒙田父親喺佢年幼時，堅持揾家庭教師，淨係教佢拉丁文。直到佢中學時先至妥協，送佢去法文學校。古典語言好似羅馬帝國官方語言拉丁文，日常嚟講根本係冇用嘅死語言。但係你一旦進入故中語境，你就開始對古代社會同思想理解更多。難怪蒙田可以引用西歐古代作家同思想家嘅言行，以古代智慧揚升當下嘅狀況。而歷史進程古今之間嘅落差，叫人可以對當代實況作出更深嘅對照同理解。比較並對照異同，
係好重要嘅基礎思考訓練。香港中文教育涵蓋白話文同文言文，喺解讀文言文時，舉個例，叫人領會古代與現代語言表述上嘅差異，咁就唔單止學懂新舊中文，同時又係對思考方法上嘅教育啊！之前提過，中文相對於西歐語文，屬於演練式嘅語言，即係參與喺所要表述嘅意與境之中。例如，假設我作為表述主體，根本無需表達出嚟嘅，因為 understood 啊嘛。而西歐語文邏輯性強，可以抽象地好似第三者咁樣表述有關意與境。受啟蒙思想影響，以前有同學會問可唔可以用我字去寫文，原因我字只是主觀嘅論點，唔夠客觀，因而未必正確哦。本雅明喺寫俾佢個仔嘅信上邊指出，佢嘅德文比較好，其中一個原因係佢揾到方法，盡量避免用個我字。語言表述同思想方法完全分唔開嘅，必須留意外在於我嘅現象，好似寫緊文嘅時候所用嘅鍵盤，直觀就可以見到；相對於我所用嘅 keyboard 獨立於我喺度，但係於我而言，我意識到嘅鍵盤佢嘅手感同敲擊所發出嘅聲響，其實會透過意義系統體會佢獨特之處，叫我達至一啲理解。例如，同我第一部桌面電腦 Apple II 以及其他用過鍵盤相比，除咗有先入為主嘅印象，好似係咪 Full Keyboard 包括數字盤，抑或蘋果而家跟機嘅平滑簡易鍵盤，喺先入嘅印象裏邊，一瞬間叫我發現佢於我而言意義上嘅特殊性。因為佢係個傳統嘅機械鍵盤，比起以前類似嘅鍵盤，佢幫我打得更快，以及按鍵發出清脆聲響，同埋標現有 LED 燈，增加一啲打字嘅樂趣啊！想指出嘅係，現象並非單獨外在地存在，要點在於我對現象嘅感知，由於不同嘅前設或已有嘅感知。正如我雙手放喺上面嘅鍵盤，叫我自覺到佢同我並非自然科學強調主客體相互割離嘅兩個個體，反過嚟，兩者喺我意識或者感知中被統一起嚟。有趣但又有點難明嘅地方係，面前嘅鍵盤對所有直觀者嚟講都係同一鍵盤，並冇分別嘅。但係每個人對呢一個鍵盤都可能擁有唔同嘅前設感知，即相對於佢哋以前對電腦鍵盤嘅固有印象，因而同一鍵盤對佢哋都可能會俾到不一樣嘅意義同感知啊！生活世界 Der Lebenswelt 之所以形容為生活上經歷過嘅世界，而唔係客觀地存在於我哋外在嘅世界，正正因為係通過我哋身體感知而認識嘅語境。以上對我哋生活感知嘅分析，正正係德國現象學大師胡塞爾喺《生活世界現象學》一書所提出現象學嘅思考方式啊。胡塞爾仔細分析身體作為感知器官，喺不斷接收客體現象而作出比較同對照後，構成我所講嘅語境或者生活世界。佢稱之為主體自由系統。你可以鉗制言論、打壓異己、關閉 NGO 同書店，但係你唔可以唔俾人生活，限制人睇到啲乜。就算你限制人嘅視野，人內心又可以從有限嘅所見所聞裏邊意識到佢各自嘅諗法，同埋講唔講俾你知。只要活着於世，人總可以將今時今日嘅現象同佢哋原初所見嘅作出比較同對照，然後判斷自身嘅諗法同埋結論。你可以爭議話，生活世界現象學主體自由系統逃不過個人主觀獨斷嘅命運，難以達至客觀真理。胡塞爾反駁咁話，人
生活喺共有嘅現象世界，唔會只有一個人意識到相關嘅事理，眾人交流所意識到嘅生活世界，就能夠取得更全面嘅圖畫，好似盲人摸象咁做。佢稱之為互為主體 intersubjectivity。況且，既然所有人都已經參與喺個現象世界裏邊，又何來客觀嘅位置呢？客觀只不過係根本唔存在嘅視點 ，a view from nowhere。而蒙田讓小朋友學外語，就係要學習從他人嘅生活世界，從他人嘅意識同視點，豐滿自身嘅見識。所以狹隘不受教嘅極權法西斯，永遠都係好快玩完嘅。無論可幸或者不幸都好，資本主義同民主社會始終會聆聽他人，吸取新知識，包容不同意見同做法，有容乃大，活得更長久，自然不過，係咪？離鄉別井，學習外語，遠離父母呵護或督責，訓練孩子刻苦耐勞。無論你是否貴族或者邊種貴族啦，蒙田都認為教育孩子別無良策。誰想使孩子有出息，就不應在青少年時期對他們姑息遷就，而應該常常違背醫學規律。佢仲引用荷拉斯嘅拉丁文警句，讓他生活在野外，擔驚受怕。今時今日好多家長連小朋友玩泥沙都唔放心，何況流放野外求生呢？成長喺和平自由嘅香港社會，根本唔想同班有牌爛仔接觸，同佢哋對抗更加超乎想像。但係水始終會退，尤其是海嘯湧現前嘅一剎那。考驗來襲，固之然不能假設人一生順風順水，而教育就係為呢啲非常時刻作好準備。蒙田唔係叫我哋做狠心家長，又唔係只管求學求分數入名校嘅虎爸虎媽。佢建議喺讀書成績以外，內心強大同肌肉強大並行不悖，更加係最理想嘅教育目標。你可以想像整全嘅身體教育嗎？有點我係100%認同蒙田嘅。佢自認如果身體唔夠強壯，智能同心靈有幾強大都發揮唔好嘅。蒙田寫道：不光要錘煉青少年的心靈，還要鍛鍊他們的肌肉。心靈若無肌肉支撐，孤身承擔雙重任務，會不堪重荷。我就深有體會，我身體嬌弱敏感，心靈要作多大努力，才能承受身體嘅壓力。本人好可能有集中力不足嘅問題，中學時要坐低好耐先至可以集中精神讀書做功課。後來發現運動跑步時會集中精神，所以我養成咗經常運動嘅習慣，直到今日啊。中學時有個好好嘅體育老師教打籃球，而我就學會就算苦練某投射動作，落場比賽時一樣可以失手。我就因此學識努力不懈，失敗乃成功之母。蒙田認為老師嘅權威應當至高無上，蓋過父母。我就認為課題權威先至係至高無上。要學好某語文，就要喺其中揾最理想嘅水平，努力達到。遇過好多好叻同埋認叻嘅人，佢哋總係當自己係商品，竭力 show off，兜售自己。於我而言，佢哋所識嘅理想水平較低，甚至只係呃到人就算，少咗一份謙遜同沉默。對呢啲人有教益嘅人事物，其實係好有限，妨礙住我哋構建生活世界過程裏邊能夠感知更多。無論講互為主體，抑或與人事物交往，學習陌生嘅語言、生活同做事方式，係進入宏觀同客觀生活世界嘅黃金大道。加油啊！